今年 APEC 峰会伫南韩的庆州举办，讲到庆州，才是古早时代新罗王朝的首都，有真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本来就有真侪观光客。也即阵因为 APEC 的关系，南韩政府嘛要全面提升维安的规格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年度峰会会伫这个月底伫南韩庆州登场。宣传影片中，除了有这届峰会的宣传大赛，K-pop idol GD 之外，南韩总统李在明更加有出现，打扮做天气病指挥的地勤戏剧员。古城庆州是新罗王朝的古都，有真侪佛教文物，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长期一直是学生校外教学，还是韩国历史的重要目的地。不过自从庆州接入 APEC 峰会了后，这个将传统观光古城转型做国际级的合作中心，外国观光客的比例也大大提升。 제가 처음 할 때는 국내 분들이 그중 퍼센트가 90%면 외국인들은 한 10%? 지금의 같은 경우는 외국인들이 30% 정도를 차지해요. 南韩海洋警察厅队员伫庆州主要风景区破门湖4khu位加强巡逻，佮执行水下搜索。本届 APEC 峰会除了有美国总统川普会借机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外，也包括美国 AI 晶片头人、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在内，大约2700位全球产业界领袖会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，所以南韩会出动上济大约18500名警察、特勤甲海巡人员。 个部署反无人机装置、装甲车甲直升机加强演练。 해양경찰은 APEC 정상회의를 앞두고 경호안전통제단과 함께 경주 보문호수 일대에서 테러 및 각종 불법행위 예방을 위한 집중 순찰과 감시 활동을 강화하고 있습니다. 除了庆州，首年也同咧各项加强安全演习。为20时开始，南韩的全国恐怖攻击警戒等级也为第1级的注意提升到第2级的戒备。另外，庆州是将等级升到第3的警报。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。